小毅，你知唔知咧？香港嘅公司而家想揾一個地方嚟做團建咧，真係地獄難度嚟㗎。梗係知啦，想揾個大啲嘅地方玩冇，想揾啲容易出片嘅項目又難，價格仲要貴到飛起喎。所以我而家咧真係頭痛到爆炸。不過我知道有個團建寶藏地，佢離香港仲好近添。係，我哋去睇過咯。好啊！得啦，我哋嚟到珠海市金灣區嘅金沙灘，入面應有盡有，等我逐樣介紹下啦。一入到嚟，我哋就可以見到金氏營地嘅呢塊牌。而家沙灘嗰邊有小黃鴨火車可以坐，我哋去睇下啦。公司團建帶埋員工家屬都得，大人有大人玩，細路有細路樂，夠晒貼心。哇！居然仲有馬術體驗，可以同馬大哥近距離接觸，夠晒特別啊！你唔好驚到腳軟啊你！我先唔驚啊，有教練全程睇住。玩到攰，仲有精緻嘅下午茶。想影靚飯嘅姊妹，呢度一樣好出片㗎。Cheers！ 咁人多可以玩咩呢？沙灘嘅橄欖球咧就可以安排上啦。團隊一齊玩，輸贏唔重要，最緊要開心，凝聚力瞬間拉滿啦。仲有沙灘排球可以玩添。水上項目1樣4賽，衝浪、浮橋、跳網，夠唔夠刺激？教練手把手教學，就算係小白都可以快速上手。日頭玩到夠晒，咁夜晚咧仲有驚喜喎。駐場歌手登場，燈光靚，歌聲正，坐喺台下聽歌，氛圍輕鬆又治愈。玩咗1日肯定肚餓啦，去花墟嘅 BB 高大餐安排上，肉香撲鼻，團隊一齊醫肚，幸福感爆棚啊！到夜晚我哋仲有重頭戲，就係篝火晚會啦，圍埋一齊唱歌跳舞，仲可以放煙花，呢種熱鬧又溫馨嘅場面喺香港咧係玩唔到噶啦。最貼身嘅係呢度咧可以根據公司嘅唔同需求，定製翻專屬嘅團建活動。金沙灘營業時間由朝早9點到夜晚10點，夠晒時間玩足1日啊！咁大家玩得招式，做嘢做得自然積極啦。各位香港老闆，想搞個員工滿意、成本又低嘅團建，快啲嚟金沙灘啦！今期視頻就到呢度，拜拜。